唔捌去過 spa。妹，我見咯，這邊該貴呀。咱嚟講先嚟講。onsen 水 spa 冇啊？係咩嘅？onsen 是啦，水水水。spa 水。OK，日本啦 spa。係啊，有各位聽眾，嗰個在歡迎人對嚟Penang Hokkien 嘅 spa，Penang Hokkien spa 啦，就後尾等我特別幫你注意下嚇，就啲後尾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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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spa 嘅 music，等埋 waterfall 都幫 waterfall 嘅聲啊，即唔對，這是真正，這是這裡。誒，即係，阿咪吱吱吱吱，阿咪咬出嘅聲嚟啊你，阿咪嚟，阿咪試下嚟，唔知我就最見啦，就最搞啊，整鐵圖。哦，是喂，交 sorry， 我冇 sorry， 不要緊，不要緊。OK， 你看，安妮，大家有冇聽啊？這是 spa 聲。啊，是。Tempo music instrumental music tempo。哦，嗰度會放。spa 唔是嘢。安妮係掛。係咩物件？安妮係掛 ANYA 你先啦。我其實馬一兩就係安妮係掛。安妮係掛，唔是阿爸哥安妮。安妮掛。安妮啊，安妮。哎呀，我未嘗試放水放掛咩？有啊有。以後會上水有水呢，等我聽。誒這。你攤除嘛？要點邊邊？我是講我除咗我個鏡講條笛嘛，所以我就係水嘅聲嚟啊，spa water。我叫條笛看，即係water sound、water therapy， 嚇，因為淡薄叮當叮，各位聽眾，歡迎你人來到嘅 spa， 等陣我俾開嘅俾冚下暗喎，歡迎你人來到Penang Hokkien嘅 spa 房。spa 叫做咩啊？人講咩啊？做身軀，做腳、做手、做身軀，去打骨。歡迎大家來到Penang Hokkien嘅 spa。你要打咩？佢講到 spa， 佢講到打個 happy ending。嗰度打骨，但係嗰隻正物件唔是打骨，嗰隻做就下 facial 啦，咩洗卡啦、洗脫身軀啊，然後後邊脫皮啊，嗰啲物件嗰啲冇隻正，真係嚟咪講隻。我問佢489我做 spa 嘅，冇做過。你捌去？但係你講你捌去 onsen 啊？冇，我未，我是未 onsen 是水 spa 是水本咯，係啥？水。OK，你捌去過啊？冇，呢度唔加透沙啦。有啊。呢度唔加透沙，同埋度講咧係咪？哦，你都安怎去 spa 啊？即係別使400先咩？別就幫咁啲。阿冇喺 spa 度變透晒。阿冇喺 spa 變 costume 咩嘛？特別 massage 時呢 ？massage 時要包路嘅嘛？包路一邊嚟伊做類開始要包路貴嘅身軀，咁樣卡呢，一支卡。特別你咪是條透沙聲。對，你透沙入邊要攞條布嘅，伊有攞條布嘅，伊會曉，伊人講伊成個嚟 modesty rap 啊，所以伊做類夾隻嘅時，伊是咁樣看到類夾隻呢，伊無看到類卡啦，係咪個了嘅？伊手無看到嘅。所以伊嘅材料包路是 every time 伊做類阿妹啊，個只是要包了類，卡出下面個了冇看到就對誒。等我係使下咧，我無地盤，我係使下撳配嗰度點解咪知嘅？撳配？
你是咩？你揾我皮打了嘛，較好個。我開啦，咁可以我要做淡料啦，我搞個 focus 哦。試下搞去合條呢啫。有冇 focus 哦？但是我未看到。我開大無 focus。咁我就會帶 focus。OK。有你 focus 情未？侶無，你情侶嘅 CD 就會使了嘛？唔是咩？冇 focus 啊？少冇 focus 啊？無啊情嘅無 CD。啊你咧？啊未嗰個慘。嚇？你咧？我有淡仔，我調，I think 會使了。等陣我就要要緊啊！我淡料。少 focus 啊！少我撳佢未掉啊！咪照。如果放佢嘅 CD 就會使了啦，免放咁配啊。個 focus 哦。無 focus ，focus 因為家己調了。咁我幫鋪機嘛，搞到幾百個了。伊是家己，伊家己調嘅是唔是啊？是。不過伊冇看到面是冇咩 focus，特別有時 facial feature 嘅 focus。是話佢變成個金嘅面แล้วOK 嚟講嚟做 spa，最主要揀做 spa。哇 OK， number one。哦 OK，幫人哋講，幫人叫到垃圾講。我個姐其實是係推骨嘅，推骨 number one 啦。有特別是講伊 spa 有何你講你推骨啊，你有攤用 spa 成個3-4點鐘啊，我特別先嘅咯。哦，你是去可能大身軀嘅是，你用 spa 時間嚟做咩？好你嚟做乜嘢？浸水啦，類似去游水啦，浸水啦，啦 steam room 啦。你是想用你 spa facility 係咪？對嚇。แล้ว你是去想去sauna係咪啊？我冇去 sauna，我冇去 steam room 嘅，我是愛浸水，愛去學習，愛去游水啊。特別你去你揀啊？係咪㗎？呢度冇抽晒，阿冇 spa 嗰度講咧，你穿swimming suit 嘅。แล้ว你是揀？韓國加日本人嘅 spa 你就偷晒，所以我唔介意嘅，你 spa。特別我看我咪做咩？特別又唔是好你去 spa 是偷晒偷幾罐嘢，嚟去浸水啊！伊冇好你穿衫接嘅。伊唔是好你成日講哦對。我到底馬來西亞做嘅是要好你哋做喺地球路程嘛？哎呦，馬來西亞嚇，係咪 spa 嚟咧？是日本人還是國人咧？鄧人嘅，誒唔是啊？我馬來西亞唔知喎。馬來西亞佢是按摩嘅啊，嗰隻。伊是成個 hotel 裏面你可能 spa 咯。哦。你好你請做喺地球嘅。你是馬來西亞人嘅嘛？我去上班是得嚟做嘅，只爽嘅啊！伊個 spa 嗬，伊有一個，伊你只去時嗬，伊有一間房，你家己嘅，嗰啲是 private，所以你免夾排寫。所以你只去時，伊是只一間房裏面咧，好你換衫，了伊個你洗卡。你就換衫情侶，你情以後你就坐喺地球就講啦，坐喺地球แล้ว你偷你衫แล้ว嗬，你情坐喺地球แล้ว你是你要就 robe 咪上 bathrobe 咪後你情了，แล้ว情了 bathrobe แล้ว一度你對洗後你洗卡咯，我記伊個我知我係個嘅朋友嘅好似，因為是到啲馬來西亞學嘢你坐地球你坐喺地球時。伊真係就講就諗再去做 spa 嘅時候，諗再伊個地殼是自成個線咧硬就細粒咁樣咧，然後問你開 package 時伊線開起來，伊咪是成個 shower cap 咁樣咧，伊有超靈索啊嘛，所以就係請成個 shower cap 啲頭。你無感覺伊個 shower cap 有坑嘅呢？
就是看一個真係唔知點安尼穿落去，所以是 breathing room 啊，什麼就穿落去。你以為你解 massage 來人個開個就是地塊，所以對穿 bandis 嘅個。啊，你都穿安尼款咯。OK，so 等陣話即係阿三lak都屬個 spa 係咪嘅？我去嘅你而家真正爽嘅，伊是貴嘅 resort 是 fat farm 嚟咗 actually。你好你食嘅物件，嚟伊是洗你外邊內邊個了啦，你好你食你豆啦，你係咪物件？所以好你成個 detox 個了係咪？detox 個了你 breakfast 係咪個了？伊係咪伊食啦，係咪 lunch 啦 ，dinner 係咪貴個做個了？了是伊你季節啊，你 schedule 你 spa experience 掉啦，像一個 weekend 啊，你講嘅 spa experience 係咩物件？係咩物件是 consider spa experience？แล้วลูกมาสิสังกา做 facial 咯แล้วอีมาสิกาลูก做อีกอย่างให้เลยที่จ้อง like salt อันนี้เขาเรียก salt มีอย่างให้กาลูก做เลยค่ะแล้วกาลูกแหกยิ้วเลยกุยเซงคู意思係依個 salt 是想 scrub 係啊scrub อันนี้แหละ我有嘅是用藤嘅藤咁樣用藤呀是藤嚟แล้วอ่ะกับ because 冇甜嘛冇事冇事啦แล้วลูกทานเก่งlike รู้สิไอที่ Reiki massage Swedish massage ก็สิฮามี massage แล้วลูกเก่งลูกไอฮามี hot stone massage ฮะแล้วสิอีอูเฮเล steam room bathroom กันแล้วอ่ะแล้วอยู่จ่าบอยอยู่ตาบอยแล้วอีลูกทั้งคิดจิมจุ้ยสิลูกจิมจุ้ยสิอยู่แหกอยู่จุ้ยอยู่เหลียวแล้วอีสิ relaxation แล้วลูกกูมัดบาแล้วลูกทันกิ้งลูกไอฮามิล่ะก็ลูกเจ้าหอลุยเนาะ阿拉卡啦就是แล้วเสียบอกลูกเจ๊เขียสิเสียอีชัชลุย room เนาะแล้วเสียลูกสิ steam bar แล้วpackage แล้วลูกจะเลย base package ล่ะ特別嚟 expand ด้วยใช่啦แล้วลูกน่ะสิไอแก่หอเสียลูกไอลุย facial บ่เสียงเสียอุเลลังสิเสียอุเลลังสิ break out แล้วอุเลลังสิ wrinkles แล้วอีกก็ลูก做บ่เสียง嘅เนาะ真正爽掉啦！即個 clubhouse 裏面人個做人是個 spa 個，咁配有去 spa。來三叫來，你人家小 spa。我真สุก嘅，我真สุก可能 massage 嘛，แล้ว如果是去 spa 嘅 package 嘅話，伊個路 massage 佢有路個攤用伊嘅 facility，因為伊有嘅。伊樣 spa 嗰隻有一個 concept 就講，伊係主要你愛去，伊有只講無相嘅 stage，伊有無相，互你嘅 bubble 了，你嘅 feeling 是無相，有嘅啥 rain shower，你特別行過番，了過番5分鐘，了過後你個去另外一個 next stage 時，伊有係咧 water bubble 係咧鋪，了你坐喺邊15分鐘安尼番。這真嘅啊！我冇講，這是到底係大邊領嘅，但用冇啱，我唔知嗰啲喎。講是唔是講你學到嘅對面嘅斜斜嘅嘢啊？係是一個bungalow嚟嘅。是唔是叫seafood啊？是講我係咪一斜斜嘅橋就只你個牙只係背，係會。哇！我唔知我。真正你整起啊！伊成個巴黎 design 呢，係一隻事嘅。對，伊是巴黎嘅。伊是在伊到底成個斜斜山下邊嘅嘛？伊成斜斜去啊，正手邊嘅關係。對。我捌去看過。แล้ว伊是互你 couple 嘛，แล้ว過後妹。couple 咧。你係 couple 本嚟，แล้ว舊妹，就是你其實你行伊個。rainforest 啦，แล้ว做無上 stage 係咧 spa 咧嗬 treatment 咧，過喺度個 massage 過後你就係咧 milk bath， 你使經啦，你會 milk bath 啦，你有係古靈啊，你是講？古靈啊！你古靈是正嘅古靈啊？正係古靈。咁咪用隻蔗絲咯，伊古啊，靈。我成講伊個古啊，解哦，伊古你咪隻蔗古靈啊，拍身。
要驚啊嘛，了過後要啥？因為你 massage 過後要甲你做 scrub 嘅，了你 scrub 你通經係咪 scrub 嘅嘛？แล้ว有嘅人做你胃鏡嘅啦，下面你看無相嘅嘛。So after that 你就接通經要係你 buff for 你咯，แล้ว伊咧 quite romantic 嘅，因為伊嘅通經可是伊嘅厝頂是玻璃嘅，แล้ว你家姐舊家姐 section 是差唔多暗嘅咧嘛，แล้ว你ลอง就接係你 buff 得尖咯，แล้ว你個看到面係你天頂嘅。估啊，你把真係估誒，你 spa 幾點鐘？有3點鐘，上少係3點鐘。因為你馬上已經7點鐘去啊嘛。哦，所以我每人 spa 是唔是講做緊了你成個 pamper 你自己物件，安尼好像就叫做 spa 了，是唔是？對。แล้วลุ出來後，你成個規身個輕甲成個一條毛咧，係咯。哦。即係有影誒，你即係去啊，你對來時，你成個是一個 vacation 過了，安尼看，你真正 relax。哦。你咁就你成是你真正比較 relax。一個 feather 啊，我真係輕真係靈嘅，你出來嘅時。哦。我出來了時啊，你感覺啊，你係咪 challenge 你本會 ，because 你想 re-energize 你規身軀，你 re-energize。哦，原來是呢。但是我去過大 Spain 呢，嗬，人無人有 massage 本呢，有 massage 本，特別係你後我好感覺嘅咁奇怪，係你厝邊啊，伊是屬印度swimming pool嚟。แล้ว所以水是熱嘅咯，特別伊冇是成個有無相 session 咧，就無相 session 有無相嘅 bubble 嘅，就伊用伊嘅，有嘅是大邊啊啦，有嘅是大卡地，係你靠卡有嘢款嘅啦。แล้ว伊要甲你講，你愛 go through 無相 session 嘅啦，แล้ว到個一陣時，伊是係你冷水啊，咁樣搶了你特別過5分鐘，แล้ว你個再接去係你桑拿，伊有想一個 process 一個 route， 可能對了ง่啦，แล้ว都情緒最晒。即係你是講 Russian 嘅 spa 呢？都我是特別 Russian 啊？啊 ，Russian 嘅 spa 伊低個了無相 temperature 嘅水。哦。伊低無相 temperature 咧，甲你講 OK， 頭一個、第二個，可能對了見，แล้ว佢又接桑拿，แล้ว佢又搶冷水啊，你看呢就，แล้ว佢第好笑是，我人去咗過後嗬。我人出來時，我人看到伊一個 post， 伊有 flyer 啊。伊過咗10點嗬，是 Happy hour。伊是 adult session。哦。就是你囡仔嗬，當伊是 family spa 嚟嘛，特別過咗10，伊就講 OK， 我人有10點開過後有開，然後特別是 adult 呢，係咪數咧？你會使拎清晒。哦。好貴啊！意思講。嚇，你特別我咁啲嘛是去咗，我咁啲。冇，我冇去。แล้ว我就教佢硬講，這件事勁定啊！哎呀！我知。你去安尼款嘅位啊，你出來時 ，because 啊，我感覺啦，若是講當今贏啦，我愛 sign up 過去 ，because 啊，伊互你食嘅物件，你內邊嘅物件，甲了曬，係咪甲了射，甲了出來了啊，伊個甲你 massage 了，伊個下嚟冷水，成個係嚟含人講，你下嚟水落來，可能伊互你皮膚啊，像伊講互你皮膚上加有。elastic， 安款嘅物件。哦。伊concept就是講你沾上水啊，你冷水伊特別愛你皮膚拖起來。哦。你做裏邊，了你就去 sign up 嘅時候，伊個每路嘅物件做成，你有 constipation 哦，你有蝦米頭殼痛啊咪，了伊有 recommend 一個 regimen 給你。哦。了你有影你出來嘅時候，你感覺啊，你蝦米物件？清嘅啦，其實係㗎啦。你真有力，真有 energy 就對啦。Actually, Canada 是好着 ，a lot of employer benefit 啊，有 cover massage 啫噃。哦。所以你使去咧即 massage therapy 誒。嚇，對，一人有 license 你去 even spa 有。誒，嗱什啊？我公司無cover 啦，特別我係 office 一個 building 嚇，因為 medical 我是 medical building。
伊毋是買這個 building， 買這個 room 啦，伊是有你使 sign up 咪就，你使做緊啊嚇，係 up to 30 minutes 啊，你就去 sign up 嗰時，你學你家己咪舒適家己來啦，特別你使 take 30 minutes out of the day 去 massage。講啦呢。成古早我人做緊位啊，我人會點聲正逼逼嚇，對嘛？แล้ว我講好名 ，because 我係迄個 fat farm 啊，是我係公司誒 asset 嚟。你講咩 farm？係咪 fat farm？fat 呢個是叫 fat farm，because 講一人啊是 keeping 愛生嘛，成日愛生個。哦 ，fat FAT 嘅 fat 啊。Yeah，it's a name，it's called fat farm 咯，就 it's a like 講正 industry 嚟啦。แล้วลูกขี่แล้วไอ้時啊，แล้ว我人特到正 pressure แล้ว sometimes 你公司啊，伊係你 sign up 你 courses 啊，正勤開啊，或者一人未 pass 咯，或者一人未去嘅。แล้วลูกน่ะสิจกก่อนแล้วอีมาหาลูกขี่อ่ะมันเอาไป training 咯แล้วลูกมา sign out because ลูกไอ้เลย experience 哦，所以 encourage 你啦，所以就 motivation 嚟啦。แล้วลูก daytime 嘅時啊อีหาลูก training session อ่ะแล้ว evening 嘅時啊ลูกตุท่าน做เนี่ย and then แล้วอีก็ให้เลย gym ทำมีกันแล้วอ่ะ so like แล้วลูกมาสิ做工咯ลูก做工แล้วอีมาท่านเลย咯spa 真爽嘅，我第一次介 spa 咧是到 Florida 嘅，enjoy。我甲你講咧係你 Lapis LAPIS 啊，哇老伊，我嗰時嗰時係你貴lapis，係咯，嗰時都講係貴 Lapis，不過伊唔知伊名是係咩名啦，特別伊嘅 spa 是成個阿摩人嚟到掉啦，伊有一個長嘅煲 indoor 嘅煲，伊是80 Fahrenheit 是27度啦，所以warm嘅煲了，伊有一個 room 啊，是貴嘅 room，咁了是 shower 嘅，嗰度接裏邊哦，成個汗香鬼勁。哦，到 ceiling 落嚟嘅，哇！佢哋 room 是最 relaxing 嘅 room in the world。哦，真呀！誒，呢就大一房，真呀大，我50人嚟接。所以你接佢，哦，所以แล้ว特別你穿條 swimsuit 啊。嚇，你前日先都去徛伊個 rainfall room 嘅位，哇啦，你爽噶！伊安怎爽下？伊是成個你成個落雨咧，滴落幾時間哈呐？嚇，伊是雨，特別伊水個正白嘅，成個正。哦。了，伊是面是冷水嘛，伊是正 pleasant 嘅水啊，伊個有大概 aroma 喺邊。哦，個香味淡薄。mineral，伊水就是 mineral 嚟啊，有 mineral 嘅水，哇，真呀爽到去裏邊啊！喺你 room 啊，我唔知去幾哪擺啊，the whole，because 我去泰國啊 spa the whole day 嘛，有陣時哇，我去啊，你用4個擺，我啲坐到嗰邊，然後下陣時我個大膊頭啊，我啲大膊頭就係大痕鏡，我嚟搞get relax 啊 ，this is the best room in the world， 真呀爽，㗎你講，爽個表。我就是驚去 Iceland， 你若是去 Iceland 啊，我無愛做過行，我是愛去伊個 spa 呢。Iceland 嘅 spa 真無聊嘅，有我唔是愛去。呀，伊個 thermal pool 啊，所以若是你去，我叫我翁啊，我係講我愛去 Iceland， 伊會使去搭架車，伊會使去做蝦米㗎了，我唔愛去，我梗係愛去 spa 嚟嘅。而家我們講，我係翁唔愛去，如果翁們暑假去安尼位嘅。哎呀，未必人會使白白去，一個做攤出做慣。特別未喎，個驚看到你辛苦吧？係啦，有啲話我哋留啊，冇出啊。冇啦，冇 spa 嗰啲情算唔算嚟？呀，伊人個錄一個物件包掉，特別你愛偷本嚟使，你愛偷本掉。特別呀，我是感覺啦，你若是去 spa 有影是成個一個 vacation 就掉啦。對我來講啊，是成個一個 vacation 就掉啦。係咯，我們想。誒，我會隨隻刀嘛，我想未起，我知就就是應該係一間400九嘅曉嘅。係你到底 YouTube 會使人做一聲嚟敲嘅聲叫做咩 ？ASMR 咯。ASMR 對 ，OK。actually 都去下你 spa 成個我講。嚇，伊有冇呢？都會有呢成 feel 就像 ASMR 有呢。我唔要甲你講啊，你去看下你伊個 website 啊，要甲你講淡薄 about 伊個 rain room 啊，是咩啊？特別你袂想講，你有安尼 feeling 嘅，你是去到甲下邊，你甲 experience 就是哇，
真呀爽，你有嘢是 brain tingle 嚟咯，甲你講。呀，你真係成 ecstasy 哦，你成攰4點鐘5點鐘，你攰嚟 senses 㗎了，爽就掉攰身軀，頭殼 now 攰嚟身軀爽㗎了，了早起嚟就話你食嚟物件㗎了啊，了你食咗這半表嘅，了對嚟是你個生氣，你安怎會無爽？都是咯。哦，佢新起啊，你笑。你知做咩做？呀，你 dessert 哈密㗎了啊，㗎了酸㗎了扁扁啊，一成攰一㗎你做扁扁啦，成你攰會記得就你幾日3日。啊，แล้วลู exercise บ่ exercise เอ้เขารู้จักแล้วเสียแล้วลูกกันแล้วหลังเสียลูกจะเลย profile ตัวเดียวล่ะแล้วลูกเก่งด้วย dessert เอเชียลูกอยู่กับลูกก้องหาลูกเก่ง sorbet ลูกเก่งหามีสิ fresh mango หามีกันแล้วแล้วลูกแม่น่ะสิลูกจะมีแกงเสียลูกจะไอศครีมหาอีกเกี่ยวลูก instead of จะไอศครีมเกี่ยวลูกจะปะหางอะไรหามีไอซ์อะไรหามีกันแล้วอีกโจกันลูกจะซ่องตัวเดียวล่ะแล้วลูกขอลุยสิลูกต้องกำวัน但我做咩講啊？金配，你愛去哦？當聽人講 SPA experience 都愛去哦。金配，我是我叫 Ike 金配你咪 mute 掉啊！接住嚟就是香港你唔是間 SPA 啊？哦，我唔係搣掉病死哦，我家己講話㗎了。我頭晚 mute 你嘅數，我頭晚 mute 你嘅數。哦，有聲哦。我聽到 echo 呢，我聽到咧人講話少 echo，然後。你講話你想要去哦？你可能你感覺你會舒搞？我冇去 SPA 哦，是因為我係 relax 呢，我係困去了，我 snoring 真多時啊，所以我唔敢。不要緊嘅啊！伊當退骨哦，你時你困去不要緊嘅。我 snoring 是真恐怖嘅，總所以我SPA 咧，曉會做下你冇 snoring 嘢啊！伊講你 circulation 嘅數。circulation 不好勢。你冇去 try 下。OK。會使。特別你會加可能當啦，你別成個人 massage 要幾啲嘅呢？未，我 OK。我 OK， 我每人去 massage 人，兩暑假打波嘅，massage 是打波嘅。我 prefer 打波，我係 relaxable。哦。我打波嗰時就我一特別一超 jari 嘅咧，特別而家 nimble 就辣，但是一冇辣我冇舒服，我冇插一時打波時就我 ，because 即平常家係你我講佢講，以前家 operation 咧，可能一做你卡時啊，一個人看到你卡呢，一做你夾隻，一個人看到你夾隻，一做你八刀，一個人看到你八刀呢，一百位嘅咧看唔到嘅。哦。一冇得事啦。打波係超。你被打波啦，打波係超哦。所以打波係超上面，做咩事打波係超好吉搖？係咯，แล้วก็กังกู被安尼กัง。哦，你是成講，特別成講拍攝。哦。是咯。誒，我未喎，我冇插打波，我冇嘢喎。我本時我關事啊。我打波，我 prefer 打波。Actually， 我較濟啦，較濟我 SPA experience 較濟是打波嘅，因為較濟有想教你做去到啲 SPA 去做工嘅，較少就打波啦。特別有，我估知道我有攞到是哦，攞到是伊是印尼嘅人打波嘅。然後伊只個有日本咯，你伊時候啊 massage 參 body scrub， 嚇，แล้ว伊 body scrub 就爽嘅，actually 我就個 scrub 嘅就 body scrub。聽到時我未曉講伊爽門，特別我 try 過一時過爽門啦，你食過一時你配上隻骨呢，你幫你配隻骨。然後 anyway 伊แล้ว個知道嘅是到底係個班機嘅。massage 成個你接起啊，要隻舊衣，你看誒貼落嚟舊衣啊，แล้ว看電視機，你看你啊，看你等人去，伊是成個咧，唔知我而家在我到去咧 Queens Bay 網入面對面邊嘅，要 massage 只濟人嘅，成個你接起啊，你開一講咧，一房間一間房咧是有4條嘅，是用是6條嘅舊衣入邊，แล้ว你使做指甲啦，你使massage 你卡啦，使 massage 身軀後面嘅咧，係你話不記得一個是中國嘅打波教我做，
佢你本時爽，一搞到做你卡，一辣邊啊？你去嘢你卡，一搞到做你卡，即係爽。四卡嚇，四卡，แล้วก็รู้ถึงแล้วอีลัดก็ไก่ป้าเนี่ยแล้ว so what แล้วลองโอเคลองจุดเป็นบัตรกุยไว้เจ้ารู้即係打波ลอง正步打波先เนี่ยกันจะแค่เนี่ย489ว่าขี้รู้ว่าขี้ massage กุยอ๋อ我未接受。你俾佢冷凍啊？上個禮啊。哦，你幾日愛笑下？是。我未得閒。沒關係，是後尾 explore 一次幾個 because 伊叫個禮數。只那英個禮嘅。哦。特別因為我喊。那時我去 spa try 下面，那時 I try sauna。哦，所以你咪 try 過 sauna 過本？我冇 try 過。哦，所以你我日本冇 try 過啊。係咯，攞咗隻去啦。489加金配，แล้ว金配跌到個邊咧，那時。呢度八海嘛。我係吞了伊蚊，唔通。吞掉一部搞到超級棒咧，4粒子。你使咧吞啊，根本冇人吞啫你。去上地啦，你使叫住嚟房嘅。嚇，上地係咩？未使講你講咩？叫你住嚟房嘅。接嚟你 hotel， 你是講？你房嘅啊，hotel 房嘅。哦。你講咩 massage？哎呦。哦，嚇，我白本啊。你是帶 massage。Thai massage 係 Q 你超 Q 你卡成啊！你俾做小機時都壓一時橋俾人咧。อันนี้คือ想佢黏嘅，一黏了不會。嚇，安怎黏？你 Q 你陪啊？攞嚟咋你啊？攞嚟啲。哎呦！做邊路啊？做邊啊？middle finger กับ係你 pointy finger 可以攞嚟夾。哦。哇！聽，อันนี้after that 哇，真 release 咗。哦，你是個 spa 哦？別使講。suka，絕冇 suka。No？打波 suka 咁子。即係驚嘅你。安怎啊？我唔是 suka spa。效果對，效果嚟講就係效果。我 suka Japanese onsen 嘅 Korea 嘅。哦，你咪是你咪是偷個料啦，OK。偷個料嘅 ，because 我頭先去嘅時，唔捌 try 過嘛，半平時嘛，but once 你浸落，你成個浸落去啊，你後面半未記啊，你就後面，你講話 process 安怎？你其實你是人做嘅啊，是你個自己接嘅你安全。自己。So 要包包 breakfast 嘅dinner 咯，成個omakase 呢款嘅咯，然後你去了你接去 hotel 大 hotel 啊，然後伊咪學你係你嘅 suit 咯，情咯，係你查 kimono 呢款嘅咯，我未記叫係咩啦。要吉打，要吉打。Before 你去浸嘅時，你要被蒸熱先，要頭蒸嘅了下，洗頭蒸熱啊，你前期啊，你繼續去浸嘅。So 我愛搭嘛係我去攞咩？我一節啦，我浸5刀，so 5刀。變咗碰大海魚。陪伴碰。碰大海啊！變咗。對咯，陪伴碰，but。特別你使浸 as long as 你愛啊，你無限你點先？你不佢你想我大下邊我咪出一陪接，我個地下邊浸咯，浸啊去誒，到等去房間去食啊 relax 咁。哦，你睇到去房間先。我再去一道。哦。我會去個搭嘛係，然後after that 就是你去咗隻，哇你成個。少年10年啊，可能你感覺，你陪個了，會水個了。我唔捌去過喎，我唔捌去過即日本嘅温泉過。我坐喺馬去就頭先嘅時間好笑嘅 ，because 我 Asian 嘛，我本唔捌看過伊頭日本伊，然後我大漢了，伊本唔捌看過。然後我接嘅時 ，before 接嘅時候個，each other 講咯，講你捌照看頂面啊嘛。用頂面。看頂面啊，講。
了本時唔知我去浸落去本未記，我就看到落去無弄開咯。哦，只索，你是唔是做嘅數？嚇？你做relaxing 嚇？是咯，因為有無相嘅大嘛。哦。我是 outdoor 嘅，but outdoor 阿妹咧，就有拍波嘅 outdoor 啦，嚇，就有影正個哩哦。嚇，即日本佬伊捌講過咪叫，伊地球本無嘢一頭走去啊。我是聽了伊個，我甲去嘅，我聽了伊講較我甲去，我死咯！我甲我阿公我唔知會上個演嘅款看到地殼，不你免夾地殼，佢都係落個嘅，都免夾地殼。我捌去本一島是大 desert 嘅，大 Jordan。哦哇！大 desert 呀，แล้ว你去 Oasis。嚇！你去咧 Oasis แล้ว你去咧 Spa， 哇！真正爽咧，伊水落來是 instead of 像落雨啊，伊是 waterfall 嚟，所以你坐啲 waterfall 嚟一底啊，伊山伊水啊，落來，แล้ว暗暝是啊，像個你若是7點8點9點是伊個無講真冷個，แล้ว伊個下嚟水啊，哇！แล้ว有影是真爽，你啲 desert 嚟為了看伊，แล้ว伊水落來，แล้ว伊 temperature 伊個搞到 control，แล้ว伊下油。伊人下油搞攞 massage 時啊，哇！有影真正爽就對啦，爽個我 vacation 個啦，想暑假就是 spa vacation 就對啦。哦。伊搞攞 massage 呀，伊搞攞 massage 咧是伊搞攞啉迄個水 honey 嘅水啦 almond 嘅水係咪個了？แล้ว replenish because 嗰啲 desert 真熱嘛。啊，แล้ว伊搞攞做咧是。แล้วลูกก็ขี่อี steam room แล้วอี swimming pool มันสิเสียงละอี swimming pool แต่เป็นสิ natural เลยละอีกับลูกอ๋อเลยคังกันแล้วสิ natural เลยแล้วอยู่ซ้อมไอ้จุ้ยอยู่เล่งไอ้จุ้ยอยู่จัวไอ้จุ้ยแล้วลูกกับกี่เก่งลูกไอ้ฮามีไอ้จุ้ยอันนี้ว่ากิจจิจะซ้อมตัวเดียวเอ๊ะจะไม่สุดถุยกุดนะลูกคิดสปาจุ้ยอ่ะอยู่อะไรติมุนลาวอเตอร์เมลอนนั่นแหละโอ้เราลีมไอ้จุ้ยอีสานเลย infuse water 就一係 mint แล้ว係 honey แล้วสิจะน่าสิลูกสิจิตเอาไว้สิ right อี個花車這邊ชัวลูกขี่เลย dead sea เป็นขี้จิ้มยำจุ้ยแล้วแห้งมากแล้วหาเลย natural เลยล่ะแต่พี่อีตัวเบกกับลูกก้องน่าสิลูกอุกว่าเดียวลูกจะเอกแข็ง because อีเลยสิยำจุ้ยมาสีเหรอแล้วฉันจิตเอาเด็กถ้ามันสิจิเจ็บบ้าใส่ใจลูกขี่เลย dead sea pool ล่ะแล้วเลยมัดเลย natural มัดทำไมกันมัด我ไม่ใจเลยมัดอาจารย์มัด是安怎安就還沒做安怎做อีมัดmineral deposit กันแล้วอ่ะแล้วออกเสร็จอ่ะลูกคนละสิจังกิริแต่เป็นอีโบชาวไว้喎你是不是只油只粉啊？可能嘢油一隻粉啊，and then 你是想個人個咧洗面嘅咧 mask 比伊是抹嘅 mask 呢？係有，但真正看過說，你 bathing suit 啊，要教你講，你愛穿 bathing suit right？你穿唔愛穿你會好嘅 bathing suit。哦。你 bathing suit 你就穿了，伊嚟敷個了，嚟抹個了。掉掉一胖嘅啦。撐可出嚟，一頭黑嘅個人。哦。แล้วลูกโกก็ลูกกุยเซงกูก็แล้วค่ะแล้วลูกฮิปเซลเองแล้วลูกโกแล้วมันจะไปโกลูกผอยเลยกันมันเชิงซากันโกเดียวมาแต่ลูกแฮนเสียจีเกียฮะก็ตัวลูกตีบีชเวยแล้วก็ตีเลยมุสลิมคันทรีลูกมันไหนใช่ไหมคะอ๋อแต่เป็นลูกจีบกับขี่ลูกถอดหมอยใส่ใส่เท้า出來ลูกหลังมีคนเดียวมาออกลูกสวยอันนั้นจ้าเจริญเชิงบิกินี่อ่ะอันนี้แล้วลูกโจลูกโกเลยเป็นยิ้วโกลูกแล้วลูกก็ทางโกเลยบินเสียงกู because เอโซ่เขาเลยบินตาขึ้นมาอ๋อนี่โซ่นี่ยิ้ว出來โซ่นี่ยิ้ว出來要กับลูกก็要 recommend 着กู啦แล้วกับลูกก็น่าสิ講ลูกไอ้เลย你兩隻死啊要想一個水，要一個水 ，because 伊是 desert， 伊袂使了咧水，了伊夾咧水係啲湯嘅為何攞很強啊？破啊！佢想係最低嘅呢。你就去 roll， แล้ว伊 basket 你就拍電話，假使要教你講幾點你做 appointment， 你個在一頭在路 ，because 伊 resort 啊是想啲山頂啊，咧在路對咧 resort， แล้ว你做個了伊學你食係咪咁樣事啦？食啊，你有對咪是你是山去。你水去，你個山去，那個爽。喲，安怎我冇去過呢 ？SPA 就只貴，咱講下貴類。咱話你就只貴我啦啥？我聽伊 experience 是只貴。我是學成 package，because 我去嘅啊，迄個 because 我 customer 伊是一個 tour operator 嘛，แล้ว伊 group 真細呢，伊 group 無過15個人嘅，真細呢。แล้ว伊是
我去嘅是，伊是叫 Footsteps of Moses。So 你去嘅是，伊帶你去嘅位啊，咁樣迄個 Bible 啊講有蝦米物件？哦。迄個 Bible Moses 嘅迄個49 days，蝦米個了啊？你帶你去迄個 temple 蝦米個了，了伊暗暝爽嘅時啊，你 daytime 時你是去學迄個 Bible 嘅物件啦，了 night time 嘅時你就是想大食 relax 咯，relax 咯。特別食哇，你爽嘅啫。嚇。真貴，特別我感覺啊，你一聽到是哇，安尼貴乜咯？特別你有影一去，你一去對嘛，你感覺啊，累啊 ，really 是 worth it。有一間人啊，一去50，一對即個 tour group 啊50刀。喲。because 伊是做規世界啊嘛，伊規世界蝦米物件，坎坷去、好去，有 Bible related 嘅啊，伊都有做一個 tour。伊一間人啊，一去50刀。佢女，你講幾多？佢女一個多？我去嘅時是大概是10年前啦，5000塊 US 一禮拜。一包嘅了啊，all inclusive。一包嘅了啦，我是感覺啊，愛講貴本是無貴啦 ，because 伊有影真正 high standard。我普及 high standard。了啊，伊包嘅了，伊個 security，because 你去 Middle East 嘛。伊做伊 security 個了做個了，你免學類係咪個啦？伊個你包特行個你包個了就對啦。And 我去啊是 because 我感覺伊有叫 pastor 係咪個了來啊？伊有講係咪 passage 啊？就是一個 passage 就是一個物件。So to me 啊，伊是一個 Bible study group 咯。So 我人是叫伊是叫一個 pilgrimage。5000塊未歹啊！了伊帶你。我是感覺5000塊 actually 我是，我感覺是放棄啦。然後特別伊個人本身呢，伊唔是講愛賺錢 ，to him 啊，伊是想愛 bring Christ to 人嘛。然後安尼款嘅 tour group 真艱苦找嘛，所以伊有甲你做安尼款嘅物件咯。然後伊個你若然後我人去嘅時是袂感好，袂使去 Israel。若是講袂使去 Israel 時，伊有帶你去迄個係咪 garden 啊，係咪 Paul 啦、Jesus 啦、Hang Place 係咪個又去錯路啊？看去安尼位，然後是若是講伊本有看你嘅 group 是做濟人，你若是屬係咪伊個會使 cater customize 你家己，真好料。我真屬伊會多就對啦。了咁配你愛去安怎款嘅 SPA？當然想到啦。當然聽到你經驗啊，我 mute 掉你麥去。我唔知喎。但我去啊，我甲人 share， 我真係捌去過。你成每 question 都每一個人啊，每一邊嘅人有經驗人，你咪問係咪 question 啊？問係咪問題？冇喎。你感覺到你係享受啊呢？你要做咩物件？我係真享受嘅。你是驚你困去呢？我就是講嚇，我驚我困去，我驚 snoring 呀。免驚嘛，人都聽過。是咯，免驚。嗰人咪是 snore。啊，了我捌困過嘅，甲你講，真正 relax 呀，你特別是困了，伊腿骨啊咯。伊好料嘅腿骨嘅人。我應該我係去睇 massage 先哦。睇 massage。Hello， 我好冇 relaxing， 我感覺睇 massage。哦，是啊，睇 massage 小 aggressive 嘅。小 active 啊，一邊。小拍功夫咧，呀呼哈。要 bend 啲 backbones 咯。不是看啱我下之類。想往貴啲啊，徛就徛隻股，坐就坐隻股啊，嗱，看啱淡薄咯。你應該叫升格，唔係叫升格啦，你應該叫差半買你後路隻 SPA 嘅 package。叫你去 website 嘅幾買dangugu.com。dangugu.com。攞人做再去啊！你整 massage 下邊去 Q 姑姑。哦，另外一個 website danverygood.com。Rasa sayang 冇咩 massage， 應該是有啊㗎。Rasa sayang 我唔捌去過，我都冇見過 overprice 啦，去你 cheese spa。overprice 啊！我見到。我講係你 best spa 我捌 experience 啊。Bikin 300幾塊 massage，including tips 加 tax 上面嘅了300幾。哇，貴貴咩？喂，即係是 one day 嘅 experience 係貴啲嘅。哦，貴啲。依個好多 snack 上面嘅咋，有 fruits 啦 ，snacks 嘅物件誒，所以你大內面是貴啲嘅。你使去倒，你是睇，你去困，你去浸，下面嘅了滿爆嘅了誒。
小劍湖起來啊，小劍湖咧。哦，我俾補充者，我講有一種嘅 SPA 我 experience 過嘅就是Korean 嘅韓國嘅。安怎？但是後脫女性褲啊，脫女性褲。較好啦，特別後頭困嘅。尖班啊！伊是一個尖班啊！尖班，伊是一個 complex， 伊入去內面，你then 伊互你迄個 tag， 咱入去內面吼，你會使大面食久嘅，因為伊內面有通食，有通困，有通SPA， 有通裝誒。我無覺得迄個是 SPA， 迄個成個 SPA 咯，迄個成個 public bathing area，because 伊就房間嘅，有一個 Himalaya sort 嘅。是本來是 SPA treatment 啊嘛，你叫。唔係，伊無人甲你 massage 啫無。massage 我知 massage 是 body scrub 爾咯，脫皮爾啦，脫皮。I have。你只解吼，你捌去過啊？我去過。小劍湖你捌去過本咯？我唔捌做 body scrub， 無，特別我捌入去內面浸咩過。安怎你講下你經驗？OK， 我嘅經驗是講，我頭一道。經驗過 Korean Spa 時，而且我去 US 時去美國。因為我嘅公司派我住嘅位吼，真近有一間安尼款物件，所以我就奇怪是蝦米。嗰個 Atlanta。唔是 ，California 位嘅。California 對咯。叫做 I Spa 了我經驗過了有一擺是有機會去搜了，是去搜時我就讀。read about it 啦，了我就去經驗咯。因為人講，其實有人去 Korea 愛過暝辦機，只是去。去合併成個 hotel 呢嚇。你有通裝誒，有通困。就是我就是你。冇開喎。係咪？唔同開。transit 去 Korea 你看你物件。你 transit 是你去困合併去迄個 Korea。呀，我阿媽姐誒 Korean 嘛，伊講伊無suka誒 Korean，特別我愛 because 我愛去做安尼款誒物件。你去㗎，你怎你去伊個房間 OK 哦？伊個房間是一隻真人就是到困誒。做一困誒。落海離海。伊成個超超的，可能好你去行，你家己去行嚇。無一除了迄個地籃，做，你去內面你去困就對了。comforter 呢？伊個 mattress 是個上 comforter 嘅 level， 安尼 thickness 呢？薄薄嘅，我知啊，所以伊寫一個我記迄個叫做 Korean bathhouse 啊，是不是？了伊 usually 成個合併一啲一隻 bathhouse，你去樓頂嘅是貴，安尼跨隻好，然後你困到啲合併嘅。你有通穿迄個，以後你穿成個你衫成 bathroom 嘅。困衫。穿衫喺一條一個 top 嘅一個 bottom 咯。我是 short 加一個 top 加，一個 short 加一個成個人 scrub hospital 嘅 scrub 你去你按照你度落久係咪？我過一暝咯。你過一暝你會困啊？你別人嗰啲有啊？你會使困幾暝？你熟呀？唔使，但是我冇困暝。樣就是講第辦機愛 overnight 到數就是安尼款做。因為如果有通食，佫有通困。我俾佢 experience 係好之後面嘅。snack 啊，成個 ramen 啊 hot dog 啊，樣出名是講食迄個糜哦，迄個 onsen 嘅糜啦，成個我唔記樣咪有一個 onsen 嘅糜。我食咗成個殺糜。殺個大咧位糜。有可能是啷去坐了，啷去 onsen 浸了做隻浸了嘅糜，加糜糜做隻浸。嚟啊 ！send energy 哦。對，啊是人寫出來裝 A 嘅主要就做創佢嘅啦，而係咪呢度啲浪膠嘅浸掉糜，可能嚼。and then 伊個另外算嘅 ，if you are scrubbing 嗬，伊就梅露嘅，如果你 scrubbing 嗬 ，and then 你頭一道做是唔是梅露？你頭一道做你差數幾貴嘅？因為你配隻豆。我猜我冇去做。真正嘅，我差出125.5塊美金啫噃。哇！
แล้วลูกเข้า出來是要3羅半咯。foreigner 嘛，我 foreigner 嘛，我解講Mandarin 呢就冇，因為阿姨未曉講 English 嘅，所以解講。特別曉 Mandarin 啊。第一次來，以後樣即係中國劇所定。所以我解講頭一道來，但你講你脫啊，你一搶淡薄水嘅，一搶薄愛打，一個你。聽無？聽無啊？聽，一說等擺會出加上擺流血。哎呦，我買，啊對，我卡水啊。真正骨啊，真正。哦呀。出過啊，長過啊。你3羅半哦。唔知，明明要過嚟，我冇見了。啊啦，你無你家講你溝出來配下，你留下我一碗，我咁咪配你女隻。一個你講啊，見到你 private park，一個你ทุกกะเก่าๆ。哦。你ไม่ต้องอีเสอีกลูกแหกอยู่แล้วลูก配啊，像個妹兒了啊，你用一個巴肚啊，正 smooth 的，你咁個ลูก溝隻，แล้ว你嗱呢度出個了誒。哦。我是用一個布嘅。啊，一巴肚是講骨，可能像你。polish 嘅巴肚。哦，你 hot stone 嘅。spa treatment 呢？啊，將一巴肚將骨咧，一夾咧巴肚，你肯下油，肯個路肯溝，話你出來時啊，你配啊，個係濃個係 pinkish 個了呢。我看你別使講嘅嚇，伊是我捌看過一個人單位是，伊成夾一成4磅碗，還是一對布嘅？只布，我斷見我厝嘛有迄個布。啥邊布呢？係。伊無食粗，伊是淡薄個 freezy 淡薄上個 microfiber。唔是 microfiber， nylon 嘅你看淡薄嘅。所以要 elastic 淡薄。哦，所以伊別粗啦，特別伊 stretchy 呢。淡薄呢，and then when 你身軀吼淡薄水時候，伊吐出真正是垃圾，有我個歹勢咧，知？哦。聽。誒，做事袂聽啦，免你過迄牆啊真氣啊吼，你淡薄說對 area 吼，伊成個伊吐個流血，有 slip 咯，成個你皮膚已經 to the bottom 嗰啲嘛。喲。伊出咗濟啦，你知無？對，成個我朋友講成個白針機嘅呢，after 伊做下嚟韓國 body scrub 啊，嘢阿俊媽個劈到都就冰咯啊，劈成個白針機嘅呢，你脱咯佢成攰啊，你好似 the funniest thing is 伊講，伊下嚟 table 嘛，誒伊人做 body scrub 嘅啊，到下嚟補力位嘅人會看到咯嘅，所以成個嚟無清曬。白針機呢？冇清曬，伊是搞到一條細細毛根嘅冚落薄薄呢。你路拎啊，甚至冚你拎咯。但係我伊拎滿搞到做嘢㗎，都講。我唔介意，我聽唔介。最搞嘅，experience 直到未歹啦，我覺得是 is a good things to remove 你 dead skin 㗎了啦，你夾阿妹啊㗎了。伊都 after 伊出來時，有啲成日俾皮膚嘅呢。Actually 這個是物件，個了是好嘅就 ，because 你 detox 你規身軀嘅物件，個了出來就。拍出來嘅了。拍出來嘅了。有啲係 improve circulation 嘅 ，actually 是講你即係 circulation bad 啊 ，massage actually 真係好 for 你 circulation。人講咩啊？迄個 dry 迄個 steam room 啊，我是無買喺啲厝嘅 steam room，我買一個 dry 嘅。啊 dry。伊是你開迄個電了 ，right？ 伊是一個絲的，伊成做成一個房嘅款啊。แล้ว你會使買4個人、6個人、5個人係咪？แล้ว你嘛是伊內邊嗰是絲的，แล้ว伊有喺個電嘅，你坐啲內邊咯。แล้ว你開個電，你 set 你 temperature 係較足關，伊有甲你講係足久，你坐啲內邊，แล้ว你係你頭係咪㗎了？你有影會流汗，你流汗㗎啦出來啊！你有影你身軀會好。我判病時我就是去買嚟咯，我買嚟 sauna dry， 伊是叫 dry sauna。哦，誒，แล้ว dry sauna กับ wet sauna 有咩唔同 ？wet sauna 是有 steam。哦。dry sauna 是 dry heat 呢。呀，แล้ว你若是 wet sauna， 伊是巴肚嘅，แล้ว你係水。你潑水啦，伊冇 steam 咯。แล้ว你若是 dry sauna 是無水嘅。伊是咁樣 heat 呢？你去家己搶水。你開個伊 temperature 夠，你家己搶水，แล้ว你接起，แล้ว你身軀個打嘛嚇，แล้ว你係翻 dry。
有年你身躯好去真济。because 你身躯啊，你皮啊，真济 toxin， 个了有趁时袂出嘛。你流汗，你做诶时啊，你常常做诶时啊，伊会 toxin 会出咯。我唔捌看过，我唔是，我唔知我会经验过迄个桑拿，我无咩穿开，我就去内面是上 dry 啊，乱摇。你若是讲你无关系哦，你咪做安尼 dry 后先，了你慢慢会做较 dry。我無做桑拿甲 steam room 嘅，我無邊熟噶。是啊，我熟噶。一上 dry 是唔是？一剛好沖開到。啊，是啦是啦是哦，我冇咩穿開。了你可以出了，特別呢，你要甲你講，最好是咪做過20分鐘。你做過20分鐘啊，你會迄個咩 benefit 㗎了，你加做啊，你無蝦米有 benefit 了誒。The first 20 minutes 你會趕出㗎了時啊，就是你流出㗎了無好物件。你做上久了，你變 dehydrated 喺內邊。John 佢哋 Korean 嘅嗬，佢哋之前幫係你講咩？係咪幫？係你講尖幫啊，樣叫做。係就講佢咩？我講佢。尖幫啊。尖幫，像個 gym 啊 ，JYM 啊 ，JIM 啊 ，gym 啊。JIM。有時 JJIM 啊，我看樣。尖幫啊。尖幫。OK。嚇！伊內面有真濟種嘅桑拿，你看咧，所以有嘅是用soap嘅，有嘅是用一種 wood 嘅，แล้ว有嘅是 herb 嘅，有嘅是，แล้ว有一種是 ice room 嘅，伊會迄個伊毋是熱嘅，伊是冷嘅，所以嚇，แล้ว有無相經，有無相嘅伊無相嘅大啦，無相大啦，有你拎有你抓咧條感冒死我感覺條去抓拎嘅條感嘅。啊，老人嘅就是講問抓拎嘅條感啊。嚇，我是袂曉啦，你話 try 佢拎嘅？有我 try 佢真爽嘅啊。哦，安怎？伊壁個了是酸個了嘅，了你入去內面。你安怎做啊？啊，有一個舊衣嘅地方，你看你去照。你舊衣咪就拎啊？啊，拎嘅裏面伊 ice room 嘅。哦，喲，你咪舊衣咪是 ice 啊？佢只係諗下叫起嚟。無啦，一壁 around 你一壁個了是有 ice 嘅。了。特別你成日去迄個熱規間啊吼，了你啊哦，你真 refreshing 嘅。哦。成隻嚇 refresh。哦 ，maybe 是學到拎咗成日講你做啲配銀，拎咗呢。特別當然咪是真興住你講唔使去，你只皮上係成磅你可能啊，只去一隻拎唔使幾 second 呢，即係 therapy。Actually， is 學到無相嘅 sensation。了。啊，仲嗰時唔是上家人有人去桑拿，然後佢走出來跳落去冷水嚇，你講啲哦。伊毋是喎，即是成一個，後你坐即是舊嘢一冚你起來，就你阿媽管掏出來呢，你喺入面拍領空，你後唔知就坐 second 啦出來嚇。哦，唔知喎。唔知而家冇嘢定唔記？成日你去有 China 真濟本。China 話咩？我真濟安尼款嘅。有 ice room 啊，佢哋成日佢哋 Sheraton 啊 ，Westin Hotel 啊。嚇！我 design 佢真係 Asia 嘅。哦。Spa。你 design spa 呀？architecture 嘅。哦。而家十幾年我冇講真係 project 嘛，所以我頭家咪嚟去 Asia 也 project 咯。然後伊做到 spa 誒成日。專門甲你 hotel 做 spa 嘅 design，所以伊人個請我人咯，所以我人個是係你 spa consultant 嘅 consultant 咯。consultant 嚇？你 spa consultant 成個你媽係做工嘅字義，後尾係順嘅咧。嚇！我做 space planning， so 伊人個就成日 interior design， 我冇做 interior design， 所以我人
plan 好時上 space planning 去做可以啦。layout 那款做。對 layout 那款，我I think around at least 10年啦冇做啊 ，because 我接定件正冇用啊嘛，local 正濟 project 啊嘛，所以我冇做這 spa 嚟咯。然後我做佢正濟 West， 尤其是啲廣州啊。你如果嘢 spa 上咗，你 design 係樣 spa， 有冇時候就係做 experience 就少啦。有我嘛教下你spa consultant 咯，然後 spa specialist 係 consultant 嘛，伊成日伊嘅 team 是係下面，伊陪 customer 學 customer 下面experience 就安尼款咯。So 第一要緊個是 circulation 要啱咯 ，work 咯 ，base 成日 back of house 讓 admin 伊 circulation 比賽參掉 customer circulation。對唔對？對嚇，你正 important 咯，就你接交去，你頭一個 experience 係咩？安尼款咯。所以伊佢哋而家特別 design 嘅啦，但係伊 design 性啊，伊條伊 space planning 條 work 了，伊加好係咪 interior design 係咪 just cosmetic 嘅啦？然後伊條 design 講伊會好係咪 experience 係咪？伊有真濟像 ice room 啊，有咧有 ice room 啊，有咧有成日你講咧困落去嘅，有咧係咪無上 temperature 嘅，係咪安怎會鋪安尼款咯？你啷特別聽講啊 spa experience， 啷是聽講 OK 巴黎啦、聖地啦，然後即係點樣講中國呢？因為啷有成中國傳統嘅哦，係咪？中國 traditional， 我唔捌做，刮痧，我唔捌做嘅。有你成個wellness，一參 wellness 落去，成個點啊？就是嘅唔是半點啲，就是講一參 wellness 落去。阿什勒沙，安尼款阿什勒沙講嘅嚇，安尼款咯，日本有咯，成個你開 massage 啊，安尼款，你參落去咯，就係無上嘅 package 啊，安尼款咯。因為中國我半捌去，แล้วอีเขารู้จักอีเขารู้จักเลยเจลโล่ว่าจะสุกาเจลเลยเจลโล่อีไอ้ไทยเอ็นออกเสก龜苓膏ว่าจริงๆสุกาเจล龜苓膏แล้วจากที่เราเจล龜苓膏แล้วอีอยู่กับลูกก้องเจล下面是波下面這是做啲中國嘢啊，你去？這是啲中國。你講我就是會再講中國嘢 spa experience 咁樣。就你全世界去過嘅了 spa experience。because 我是 suka spa， 反正咪講。我去嘅時，แล้วอีปุ่นอีตี啊，要係你要抽，要กับลูกก้อง下面要抽嘅。แล้วอี時你中國味，แล้วลูก。成個藥仔你可能比。藥仔是啦。แล้ว有在是。我咧有得滾燙，有得係滾燙。有影，伊房間真正大，伊了有一個鋪，伊個鋪咧就是像個一個細個人後背嘅 backyard 一半嘅迄個swimming pool 安尼，像你會坐第一間會坐8個人10個人。我成個 hot tub 安尼 size。對，แล้วอีลูกจิกคือจะมีการจ้างจะตัวเลยสเตเดียมเนี่ยนะอยู่กับลูกก้องฮามิพูพอยพูโอ้ยสิจิเป็งแล้วลุยพอยไอ้กูไอ้สิจิเป็งแล้วลุยพอยจ้างเจริงเกิลไอ้สิจิเป็งอยู่กับลูกก้องแล้วอีตัวเบ็ดอีสิตึงนั้นกับอมอละแล้วลูกจ้างที่สิอยู่กับลูกก้องลูกจากกุ้ยเลงโกสิป้อฮามีแล้วจะฮามีมีแกงสิป้อฮามีจะฮามีมีแกงสิป้อฮามีแล้วลูกกะกี่เก่งอ่ะก้องลูกไอ้ป้อลูกกะกี่ฮามีมีแกงคุณสิจังซ้ำ呀，特別是東南 style 咧。東南 style，你伊個有仔比現在伊有時係咪你會記係咪物件？伊成件係咪嚟？我未記啊，安尼借住。特別伊水咪成日可成個蛋可能，還是？有咧是黑色嘅，แล้ว有咧是啥？伊食個啦像吉利叫啦，東南腰哦。有仔味啦，有仔味黑黑嘅。係啦，黑嘅味啦，但是你是無suka有仔啊，你都唔通去浸。你浸樣出來是洗未落嚟下呢邊，一條路就係好。要調淡薄啦，特別我感覺呢個味啊是 is a natural smell，成個人用炒啊，可能味㗎了咯。
แล้วอีอุเล่อีกูฮัลลูแห่สังกัดแล้วมี jasmine ในควายลูกน่าสิบสุกาเลย有在比 right ลูก麒麟像一家大伊好真正大但是伊是大啲一个 natural 的味แล้ว伊成正济咧伊个水人叫咪 spring water แล้ว伊個講一邊是啥花แล้ว伊係 jasmine flower 啦แล้ว gardenia อันนี้講你下正濟阿摩人起下邊嘅咯แล้ว正濟當人是สุกา咧當人有在哦แล้ว下邊有包隻啊有一般是包隻啊包隻講係隻咪叫一怪靈高個咪我人 because 我人是早起嘅時是去撩嘛你坐落去撩咧，阿妹是人去咧，阿妹是食嘅時啊。即上隻多本啊？無，伊是這是另外一個多啊，這是無上嘅多啊。了後咧，一個多咧，了伊後你食嘅時，伊早起嘅時，伊有甲你講嘅，像你愛食阿冇食 ，right？伊像無上嘅 dining hall。但是你愛食像 Japanese 嘅，你像 Japanese 嘅 dining hall 阿冇食啦。了我咪去食同人食嘅咯。แล้วอยู่กับลูกก้องไอ้จิเป็นสิ health related เองแล้วอีตาเลยมีกี่อย่างเลยแค่ที่เท่าใจอยู่จะเลยมีกี่อย่างกับลูกก้องเจ้าแล้วสิโป้ฮามิโลอ๋อแล้วลูกกับกี่เก่งอ่ะแล้วเสียว่ากูเอกี่ก็อีกว่าก้อง because ว่าสิ John ฮะ我冇炸bud啊 OK bye good night 感謝我白鹿車呢哈我就使留低我咪錄 SPA 咪嘅個我做西公司係結棍啊 OK bye bye fuck up 你實啊這裡知不知啊這裡四百九走不即ลูกน่ะสิแก่ลูกชาวเลยสิลูกแก่ลูก constipation 被放晒啊咪啊แล้วอีกกับลูกก้องเจ้ามีแล้วอีวัดเจ้าสุกาเจ้าจีหังสิอีกอย่างเลย咪啊 sweet potato 啊環珠環珠伊環珠伊吹啊，我唔知伊是蝦米環珠，無半行嘅干日白嘅環，伊環珠是干日環珠爾啦。伊是黃嘅環珠還是甘嘅環珠？淡薄黃色、甘色嘅款啦。哇，真正好食咧！甲你講，若是你食即個咧，了你放曬fiber 龜苓膏有影，我對了伊嘅 recommendation 啦。龜苓膏唔捌講極犀條。伊是只咧環珠係吹嘅啲瓜啦，係是，吹環珠只 spleen 特別個甜甜好食。真好食，真正好食對對。特別你去啊，可能有啊，你真 relax 啊，了你 toxin 出嚟了，你真枵嘅喎。哦，定係食。我感覺我平常都冇食安尼食，特別我去啊，可能你食真食啊，特別你個未肥，你個會生呢。就曬，你是個 SPA，就住。講中國。我暑假 SPA 嚇，中國用刀杯啊，按照講用刀杯掛，刀啊杯，夾刀啊，浸呢個隻。你用一白浸機啊先，同埋個做咧 Scott 陪女嘅時間嚟浸嘅都浸咯。就使你時間做 SPA。so far 去到 SPA 就是去到巴黎啦，去到，特別我去中國 SPA 無安尼阿打是我去 SPA 是我去 SPA 呢號是Pullman Hotel 啦 ，and then 然後伊是Pullman，伊 hotel 本身嚟樓下就有迄個叫做咩？成個 onsen spring water 咯 ，so hot spring 咯，即係在中國啊？中國 ，so 伊度搬搭波差波誒site 咯，呢即期了，伊是 all sort of massage 有咯，佢 depends on 你 budget 咯，可能做佢類咯，แล้ว有 package 啦，無嚟講呢個你都是 just 去佔伊藥仔，你佔佢藥仔啊？我冇佔佢藥仔。所以 hot spring 是伊 hot spring 是去伊外口佔咩？還是伊擺伊水入來？擺入嚟，伊個冇寫日本嘅 style 啫，伊只寫個伊個哪裡啲佢哪裡鋪啦，但伊只多，但伊冇咩人，然後呢我還是要做 brush 咯，所以做一個 massage，然後呢我just 漸貓就可以啊。然後伊 massage 安怎誒？到啲中國伊 massage 安怎款 style massage 做？伊是伊個 massage 是中國 style 咯，伊冇一個你Vietnamese style 啦，冇我just try 你中國 style。中國 style 是安怎？是唔是推拿是個中國 style？
指压用手直切啊，然后伊是指压 style。哦，爽哦，解哦。一部實嘅話，imagine 你聽，but OK 啦，然後 after that 只爽。一生起啦，你辛苦。你講去巴黎呢？巴黎嘅 SPA 成咗爽，個想我下巴黎 SPA。巴黎 SPA 呢是接佢呢啲 package 是差唔多3點鐘係5點鐘嘅，喺度 SPA。哦。然後就是用頭做用 from 呢頭做到你卡仔咯。慢慢做，了。你頭人家做 massage 要 massage 頭皮下。頭呢樣做 cream buff，就是講你成做成固做個料咧，嗬，其實做頭。頭嚟講，呢度做。你講做成固特別是 massage 啊？對 scrub 啦，scrub 啦，แล้ว做。kalau scrub kalau massage scrub แล้ว after that 一個做 body mask 係咩嚟 body mask 是上個做面嘅 mask 特別就這裡辛苦對做面嘅 mask 但係是做 body 嘅安怎呢嚇你是安怎過落去了可能熱水嗰度洗去啦對過落去啊過落去啊佢就是放落邊咯放10分鐘對，แล้ว一個長水咯，然後你好髒。你是用咩物件呢？哦，是用物件，用滷波樣嘅。哦，你啦 ，OK，一個滷波是怎麼講抹的 mask 啦？唔是滷波啊，是叫做唔知滷河是滷咩，也是樣嘅印尼嘅喺你自己嘅 spices 嘅啦，所以你。哦，你咪是錯。伊 spice？ 伊無錯，但伊有用物件啦，something 係物件咯，你想用晚餐你買過來嘅，煮過來嘅，你看你啊，伊 paste。yes，用雲南 before 教完時間就興去做。伊奈。唔是 something like 伊奈，唔是伊奈，是 just 用 believe 講用迄個 spices 啦，物件做，你全部女啦。哦，成件咧，伊人冇做嘅，即係你幫。對 something 係物件。所以是用 spice 時間上個會見後面物件加咗 paste 嘅，你 paste 嚟薄你先款嚇。你係 stain 會會曉。伊無 stain 會啦，但係伊有係你鼻是嚇 spices 是鼻很。哦，誒我啦稍微暑假本啊，因為我寫暑假你 spice 鼻嘛，寫 aroma therapy 呢本咯。對。所以你做個了成期嘅啦，你後嚟淋薑母啊，薑母呢度食個薑母是叫做咩啊？Spicy drink。嚇，對 ，spicy drink。你要唔想 function 嘅咯，即係只係散嘅啦，即係只係酷紅啦，要嚟食咩咯，嚟乜嘢咯。Then after that，呢度是去做頭嚟講，你想咯，一 deep cleansing 你 scalp。哦，按照 deep cleansing 啊，按照是 deep cleansing 嘅咩？叫抓脫。冇，要一種係全部洗你 scalp，洗你 after that 一個個 massage。我唔係做過呢教教嘅 spa treatment 過。係用是熟。要啦，你做 massage 後，你梗係佢做 hair mask。嚇 hair 個係 mask 啊？有係咪 mask 門有嘅？跟你講，卡地 mask。唔知爽，แล้ว哇，佢入邊借都是假爽咧，แล้ว做แล้ว OK แล้ว。hair mask 講完咗 hair mask 係咪物件？咩是成個淋巴？成個 cream 啊，依個 style，依個油啊咁解，然後呢，依做 hair mask 咧，嗬，依度個老師星期，你個實做你 facial，because 一嚟拍做嘛。哇，即係而家特全做嘅了嗬。Yes。哇！我咪做曬到 Asia 會 the best spa 到 Asia 是得到咯。我飛到巴黎 SPA 個了唔未歹個片，因為巴黎只片啊，因為我夾片啦。哦。我見去。誒，反正我諗去。我去到就 Indonesia SPA 呢個 ，OK，scrub 是 not usually 咱做 scrub 嘛。依個 scrub 呢個 ，OK，依做我做過 coffee 嘅 scrub 呢個，แล้ว依個 mask 是chocolate mask。
chocolate mask 不，你要知啦，伊 chocolate 以後唔是甜啦，伊是係sauce啦 chocolate 啦，所以嗰隻 chocolate 是唔香嘅，即係唔是甜。你是頭食噶，你是咧抌看下。Yes。但看是或者是只 chocolate 咯。伊是用cacao啦 ，maybe。chocolate and mask。maybe 啊，แล้ว chocolate nips 什麼咁多？哦 ，cocoa nip。chocolate nips 啊 ，cocoa nip。So when it's scrub 嘅時，人講就好啦。哦，哇！所以做 OK，咁你做面嘅 mask， 做面嘅 mask 咧是用係咪成個係你 traditional 嘅物件做，還是用成個係咪 product 啊？你冇成個你去做 facial 係咪做一種嘅嘛？哦，所以即刻假設啦，成有成個 toner 或咪頭嚟做啦 ，OK。所以你咪先接起嚟講是呢度是3點鐘、5點鐘嚇。I think 5點鐘嘅夠啊。3點鐘先冇咩搞，我3點鐘冇呢個做係咪啊 ？massage scrub， 我唔知講我3億嘅。真係緊張嘅款咧，小結啊，小結嚇。只做 massage 就7點鐘啊。我講條，啷咧一人自己去spa 做 spa 嚇，你不去做一半要放曬哦。到裏邊嗎？我裝白。我成日咧特別要 toilet 嚟，要 toilet 嚟。啷知我係 toilet standard 啊？我只驚就是講去。真係清氣啊！我嚟講聲。我頭先講佢 massage 啊，伊帶到不多嘅啊，而家多落去啊。我度要去放曬。少，我只驚我特擺下，我度要扛白去。我特別去，嗱先我一巴咧好，我放曬過啊，咪好時不多清嘅嚇，然後我家去 SPA 嘅。但是講我你很少你係我去一隻訂出，讓知我同埋我很少都係放嘅，我只訂就擺曬出來嘅。你面歹勢 ，because 我古早我一個朋友我一時開 SPA 嘅，一時迄個正 daytime SPA 你去 massage 了長一安尼，唔是講 weekend 嘅啦。伊講啊，人。家己真夠歹勢啊！實在真濟人有安尼款嘅物件，免歹勢。我唔是歹勢喎，我唔是歹勢，我是你知我要放曬啊！我就要真正平安嘅咋，我就要去成日去山頂位無人，然後放曬，我就要逼死，然後我係曬嘅出，然後是我就要放咧水，掉那些。你都免驚 ，SPA 是真正爽嘅。哈利沙蘇納米，我放出來是嘛蘇納米咯。你就妖誒，你嘛睇講你 excuse me，你特別去 bathroom 呢，你嘛去哦。那你未成講要 interrupt 伊 flow 啊，一半。未嚟嘛，但我放曬我未講咁快啊，我放曬我特別培養情緒，我特別。Malaysia 有 toilet 有 bathroom 嘅。Malaysia 你 facial 嘅店，嗰啲本時伊個貴嘅 facial 嘅 building 入邊，嗰啲係你 syringe sound 嘅嘛。所以 OK 啦。我第一件就是放曬一夾嘅，所以就是講我在嗰人等了我嗬，我會去放曬，我都只行開嘅。我不是。我夾曬放未出嘅話。我啲做工時，我唔捌啲 office 放曬過。我 office 做工，你真急嘅嘛？我特別轉來啊，唔係你梗係放曬，所以我叫㗎啦，要曬嚇。我唔捌啲 office 放曬過。OK， 講到對，即係上地啊，即係巴黎個，巴黎同埋你講 OK 四邊了未？冇成做成故性嘅，成做成故。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ยังจะบอกให้ตัวmani กับ penny manicure pedicure แล้วตาบอ係使啊？ตาบอ係使แบบอี部ตาบอ或者อี係使做咯 pedicure มันชัด啦依個都四個都บ่เนี่ย啦我จะสุกาบุญเนี่ยกับลูกกา我จะสุกา去做 mani pedi บุญเนี่ยตอนที่มาเลเซียสิ正爽哦我頂次是我去這裡我別記得到啦變成什麼แล้ว伊個位吼，伊有做迄個manicure pedicure 位啊。แล้ว我是 OK， 我去甲頭毛上一個擺吼，伊有一個
一間做真假嘅店，所以我咪是想講我等架頭我咧頭前個人只字，我講只股，伊講只特別等架一點鐘咧，所以我講啊無我去做真假，就去嗰邊啊，我第正啊，你知有嚟一些店啊，你第正啊考慮住咩啊？伊落門是落掉嘅，我佢第正啊買係我接，你我個看到臨間咧是雜貨，人講未使，一直等呢，安尼做。對，我要不做雜貨嘅。啊！冇做打包咯，好訂掉。你做樓走樓接物嘅。對邊咧咪想伊講要做打包 ，OK 打包較貴。啊？我有一個怪癖，我去 spa 時我買個人講我本買你人甲我講我 I just 你買拍殼啊？你講話我這樣背，我驚死困。哦 ，I see。我被 relax。relax 嘅，我咪講。แล้วก็จะใส่อะไร then แต่你ปตอแต่ว่า講แต่ปตอใส่ไป出嚟對 because actually 一大ปตอ就好你就一大嘢好實個古早你幾十年使到那邊冇出來啊你就到去你等我那邊哦咁樣出嚟嘅了啊所以佢合咯慢慢切咯切好วันนี้成個我 imagine 成係你超級高但係超級高呢對，你就係去幫時候，你有時只臭味你使。哦，咁隔咗字嘅啦出嚟啲你度線嘅啦出嚟。安尼啊對啊，過我啊未去巴黎時，我就會叫著使介紹淡薄，安尼講你會。SPA 嚇，你我嚟去。誒，邊我睇出嚟上嘅 SPA 邊哎呦rasa sayang 貴啦就。哦，黐貴啊黐。有，但係 experience 好咩？我話晒成唔知係線下網呢。啊，淡薄啦，淡薄。約貴，冇嘢。咁啦 ，OK normal 咪殺咗只貴，呢隻就是 for example about 2-3倍，喺冇 normal 嘅只，譬如講你話考點正是maybe 100塊，佢只係300咯。哦，哇，安尼貴嘢。伊是美國嘅，美國嘅，伊是500數嘛，你咪是很算。I saw 我冇去到。我計啊。Penang 有 spa that is like 真係好誒。成個我冇去過，迄間到底係咩啊 ？G hotel 樓頂叫咩啊？大奶啊，是大奶哦。要幾多間嘅？要 brunch 幾多間 ？spa 啊，我冇去過一道。我冇去過，係 Evergreen， 定到 Evergreen before Evergreen 當然就冇什麼落啊嘛。定到 Evergreen 較新開嘅時，我冇去過 SPA 一道，係你冇 OK？不如係你一間新嘅學校第一新嘅都去做八行，伊是 by entry 啦，應該是 by entry SPA。Banyan Tree 啊！Banyan Tree 是唔是講我俾佢 KL 大啊 ？last time 了嚇對啦，伊學當時到底只關咩20幾樓啊嘛？我 already book 咗，我就 cancel 佢 last time 是冇得對數。Banyan Tree， 所以邊有一間新學校是到底到裡新完全新嘅。到六百行，但係是貴，你butterfly farm 咪貴。經冚貴學得嘅羅布。哦，你冇跌嘟嚟啊？啊，對。哦，所以咪是被起嚟湖村係咪嘅咯？新依是完全新嘅 construction 啊？對，新起。哦，但係間房間嘅都喺度嗨嚇。哇！誒，你使去大53啊？5,600特別真貴哦。更貴唔薄啦，貴啦。未必我使去大唔到。你使去 try 下掉。係咪意思5,600 ？5 star。哦，車係 star。我係咪車？伊你一個查某講嘅你啲你但種bunga喲，嗰時你巴黎你落海啊，你嘛是真好，嘛是愛去Penang，但是講我有對Penang，我是冇對啦，但是我對Penang我是唔會去啊你啦。伊講你巴黎3點鐘嘅，伊講大你。
嚇，係對面，係一間 hotel 名其實我未記啊 ，Hilton 啊，係咪唔使？唔是，伊講是 hotel 啦，伊講是一個 spa 嚟。我就係伊 hotel 係對面邊嘛。伊係你 hotel 入面啊嚇？攏知哦，講到 Chinese Swimming Club between Chinese Swimming Club 加 Penang Club， 係中間一間 hotel。你一車去睇只嗰啲啊，你叫咩？係喲，一間 hotel 面名叫咩？唔是，意思到啲 OK 巴魯 double tree 哦。哦，當然係 double tree，點解唔是什麼 Hilton 啊？是叫做Marriott，冇 Marriott，冇唔是 Marriott，叫做。點解我大本來嘅是有另外一名嘅，一當然唔使變出是咩 Hilton 㗎，是咩 some big 只大 hotel chain 嘅名嘅。然後伊對面斜誒刷斜邊嘅伊有間廚師做 convert 叫做 spa 係嘛？你講到一邊Penang算但啲當中係你是屬於當中度講還是當中冇啱咧？是唔是 Mercure？伊 hotel 啦。佢做 Paradise 嘅 convert 叫 Mercure 啊。Paradise。是噃。我未記喎，當我記是成個是只。big name popular 嘅 chain 嘅 hotel 係成個 Hilton 啊，是嗰下面啊，嗰把你票多大票？冇Penang冇 Hilton。冇 the spa。Sandy Bay Paradise。我俾 Google Map 啫啊。Google Map。Golden Sands。唔是，意思就 Royal 白 Royal。你講後整掉，你講是 after Penang Chinese Swimming Club 啦。嚇，即係你去到到行嘅 direction 係你 Penang Chinese Swimming Club 咪 right hand side 咯。你就攰啫，我當劍叫做未 Q 咧嚇。哦。都名咩啊 ？That's Sheraton. That's right. Sheraton. 我哋記講就係 hotel big hotel chain 嘅名。冇啦 ，Sheraton 是緊啊，到去 town area 嘅話，我去新加坡。我 I think 聽到我做 Sheraton 過後 last time 是，伊唔知係咪 by Sheraton 嚟叫唔知咩？伊唔是講佢做 Sheraton hotel 係咪 by？4 points 啊。啊，對 ，4 point Sheraton。是哦。哦 ，4 points 係 Sheraton。啊。哦，是唔知啊。我記下邊去咯，下邊去對面去。我記我記邊放晒佢。對面去是貴啊，隻小會對面去。啊，對。哦。昂才會要去斜咯，然後 immediately turn right 是一下騎出來嘛。特別動位是有一間是 spa， 但冇啦，我頂冇大邊啊。只出名嘅只排除我不去到，然後我去多個到咧，嗬，阿咪唔是去多啦，我去 ，because 我係朋友教應嘛，然後伊人安家寶教我教我做 threesome， 我伊人教我就就去 spa 嘛，然後我去邊多看 OK， 然後過去，然後 ended up 到啲 Evergreen hotel 去做。แล้วก็就算你冇去過咧，特別 spa 啲特別係咩啊？啲出邊嘅。但我講緊係你有做 coffee scrub 啦，做佢哋chocolate mask 咯，因為咁加出邊啦。這是巴黎本啊？這是到去做Jakarta嘅。哦。係咪 hotel 呀？我是很 change style 被記咩？唔是 Marriott 係咩啊？被記啊。OK， 我想到我見去啊。Penang 嚟講 Penang 就會介紹我三位參去 spa， 比我個邊頭先就是只 high class 咯 ，OK high class 要去使去黐啦，實細樣嘅，แล้ว或是你要去成個殯儀個大地呢？個桑 spa 地啊嘛，殯儀大地 spa 都 Penang 嘅，嚇得啦，哇嚇，冇殯地啊，冇殯儀大地，แล้ว好呢？但馬路講你去過咯，但係就直接 brunch 咯，但係。我但係好啦。我冇去過啲咩 new 唔係 Eastern 嘅 Eastern 嘅 spa 門，我特別我唔知係咩名啦。Eastern 入面嘅 spa 我冇去過，我估到我成3點鐘嘅 spa 我就困㗎啦。我就 relax， 我就困㗎。女㗎嚇！你我出來嘅時候，面碰嘅時候碰大海呢，有時候片配掉掉嘅啦。所以你硬實寫讀到很死咯。對，
對，一個係你咪啊，定住落講係咪啊嚇？識到咗是係咪寫啊？飲啊，面是咩？飲啊，誒個 one thing weird 咧都扮咗佢脱衣。Coca-Cola。Coca-Cola，對 Coca-Cola。係唔是 Eastern actually？是 Eastern 啊？到底 I thought Eastern 是 the other side。哦，對是啊 ，Eastern 是唔是講隻話係Queens Bay 邊啊咯？對。佢係經是 Eastern 啊，因為一教是學你嚟教嘅地，點樣嚟教？一成個教加學糖煮嘅地。係好黏。你使家己做本啊？你？我不是想你家己使做嚟教加，你教好幫配嘅。不慌數嗎？使本啊，可佢俾切一片一片啊，嗬，教那個嚟泡地，啷度俾嘢嚟滾噶？哦，特別煮。你袂使成個講創作主義可能啦，你會入去滾嘅。未創作味未出來啦。你咪只動物會使係你淡薄長毛。對，長毛。長毛姜。長毛笨蛋，長毛係笨蛋係鵝藤，都好點啊？長毛笨蛋鵝藤 ，OK， 木姜啊？咩係姜？伊冇上 flip。我惹你笨蛋啊！會長轉來，我 smuggle 轉來，特別刺鼻話。在別話到處邊。是。你若是要沖水吼，姜嘅水啦，你去看台灣嘅，樣有真濟做成個一個 cube 啊。我捌食過，對，鵝藤嘅嗬。對。就是然後伊唔是用，伊是煮係 concentrated 咧嗬。就好黏咯咧。hello， 我是個啉嚟咯，有當時啊，你成日講你麻多嘅時啊，你淡啊麻多嘅時啉嚟就好嘅。有攤杯哦。有當然店，你去當然店話，伊叫做咩啊？呢是叫做薑茶薑茶。薑茶，OK。哎呀，我都無對，若是我有對時，我是規卡白，我是買迄種滴滴答答嘅物件。特別你應該除掉，只無歹除。我到啲一邊買好，actually 我到一邊買我八隻掉我件隻我買淡薄短期本啊。然後伊有一個我隻掉伊無上甜，有咧什無上甜啊。特別伊鹹隻，伊鹹隻香。你是講這邊嘅長人店嘅哦？這邊長人店有分別啊？有，你去隨看，伊是台灣嘅特別嗰啲薑茶，你去薑茶對啊。其實嗬，那是一隻起來話曬，伊是正上個薑味，應該是正嘅薑嚟講。要係鵝藤嘅先是。鵝藤嗰條。哎呀，你是查某來經食喎。條。是咩？好食喎。來經食哦。你來經是聽哦，樣是 encourage。成講咯，menstrual cramp 是食係咯。伊鵝藤是開血，然後薑是可以湯。湯。湯你去。我買一瓶一個是我朋友買互我咯，看病時，伊是薑加伊講 honey 啦，特別伊是像 crystal 像你結。呀。特別唔通買伊個 brand 是 running cool。我甲你講，你隻你知是假了。有影未食，唔通買了累，迄個是未食未。我諗食到即個伊薑係味是真重，咧伊個真熱。所以我有可能是正啦，我唔知啦，你看伊content好。特別我小時個食薑茶，講到薑茶我要泡薑茶，斷冇迄個色來去滾水冇好食。我是家己泡，我薑茶，你買淡薄薑啊，你浸啊，你下咗水就會啊嘛。薑茶較硬，特別迄個長毛，伊就kan口長毛，你特別煮嘅。滾嘅嚇，特別我覺得滾咧，伊規間厝嗰粒香嘅了。特別伊水滾出來啊，你長毛啊，伊水正辣來，看了未熟搭。你看係咪辣辣落係？你講伊辣伊 brown。伊上加你拖可能會 color 喎。我辣伊個 brown 布呢，你問下你姐啦，你係 maybe 你係3個 liter 嘅水，你係攞條嘅你食嚟嘅，攞條長毛嘅。但係你其實你愛嘅整個水接下面嘅啦。嚇，你做係脆嘅。對，แล้ว個係。你動波對係脆。OK。
แล้ว買係藤袂使，就我你咪講我係藤咯，แล้ว我做過你得咧嗬，แล้ว哦，係檸檬好食嗬，嚇檸檬好食啦，沙成個 ice tea 咧嗬，我就是係做了啊，แล้ว我係啲 microwave 去做，แล้ว係別藤，特別我看到伊 color 看了點只白色的，我就知道了。哦，未啦，伊是淺淺嘅黃呢，伊個是 clear 嘅嘛？唔知 maybe 是我誒，迄個唔知是洗無清氣，甲洗無清氣，迄個 Queens Bay Johnny 啊，迄個店啊，伊係迄個長毛水嘛，真好啉咯。然後嗰時候我係使對嚟這邊自己做，特別我買進來我估了啊，伊個水個 color 無像個 Johnny 啊，很清清嘅喎。maybe 你係只隻嚇，想 concentrate 只呀。啊是你車無清氣，你貼一個口曉起來變了，頭幾曉，because 要拖呀。我是一個人係大長漢的一對頭就 end， 頭幾 end 都要白啫。哦 ，maybe 我未記我白無白，特別我是做咧白色位呢，我冇做咧青色嘅位啦。because 係長毛同青嘛。嚇，白色位較濟拖個。呀，我 maybe 我是冇白。你就貼頭幾下咧，嚇，洗水，冇伊個燒土到啲裏面嘅，伊個唔是一件，伊叫咩？一件嘅。一件嘅。伊個青色位哦，煮一點鐘嚇，煮到伊個變黃，brown， 伊變黃色去啦，因為青冇啦。哦，OK，because 我暑假食嚟咗呢，我直直叫伊個淡巴加我誒啲個，我唔能叫啊啦，你安尼。冇，你是 free 嘅，你個直叫，你被啉人嘅啉得人。係咩物件 ？Johnny 係咩物件 ？Spa 嚟啊？冇，唔是要 Queens Bay 嘛是有一個，唔知是係咪開兩嘅店嘛是係咪？伊唔知是咩 Johnny 嗰時唔知咩啊？啊 ，Johnny 啊，simple BBQ 嘅 style 嘅。something 嘅你食你長毛水是 free 嘅嘛？我淨係暑假食係長毛水，所以我直直啉你長毛水，直叫伊淡巴，直淡巴。喂，聽講唔通直直叫人淡巴啦 ，because 你是 free 嘅嘛，你個直叫人淡巴，你食人叫咩啊？人 rugi 啊？是本成呢做到。是本成呢啊！你唔通食個人是本成呢 ？OK， 就咁樣淡巴。即係實在嘅，阿咪講樣嘅 spa experience， 你幫人冚大，好似一人本嚟講 spa 嘅，我就照曬昆車啊。較濟你哦，是講你去 travel 嚟講，我哋要等個阿伯買一兩咩，佢去做嗰啲都驚㗎，然後係你安穩啊。哦，對，你去做行成個卡水啊，人大一咧時你去做 spa 咧，佢就成個 rejuvenate 到對起。對本咯，係咪愛講？我愛講。哦，OK， 我超越人教運話。你韓國嘅有嘅只隻咧是卡 massage。對 reflexology。and then 你捌看過迄個台灣中國應該刀嚟，伊刀應該是即係菜刀。菜刀啊，後尾啦。掉落嘅，特別伊菜刀是無講冇來啦。一掉你後尾咯，你夾食咯。哦。係你頭咯。因為捌看過，成個 YouTube 上是捌看過，是得你捌看過。YouTube 有。馬來西亞有哦，後邊。揾咗除啊，等我揾咗除。刀係咪？刀療法療。OK， 等我拍個位後拍。係會療。刀 OK， 等我看到，等我看到我拍刀療是咩療啊 ？LAO 療治療療。有治療的療，就是OK 5， 一是冰嘅，係 OK 刀療 video。可能看到，哎呦媽，該驚壞人嘅面該聽呢。啊？誒，你知這個鞋哦，講有一粒嘛，可能啊，你穿了你擦真爽嘅。你。呀，你人行啲巴肚啊，可能啊。即係邊個老人行啲巴肚嘅啊，伊人嘛講真好咯。แล้ว我買這個鞋來穿啊，有人穿了你卡。行路啊，未行了誒。真正好。嗱，我看到這個刀療，我看到。
有 share 你 screen 我人嘛看到咯。你冇看到啊？哦，對。係啊，我看到啊。大個 pause 看未到。我大 Google 本看未到，我大 YouTube 本看未到。YouTube 未看到啦，等陣。冇啦。YouTube。Google 你都冇 share screen。哎呀，對。這唔係算 SPA 啊？這是多咗嘅。哎呦，這個踢腿嘅脫衣嘛？踢腿 I think 是 chiropractor 了誒。嗱，我嘅踢腿講起頭，對。嗰個菜刀，但我在誒菜刀，嘅菜刀剁伊。哎呦，看個條特別即我都冇驚本啊！我做 SPA 我是要 relaxing 嘅，咪做一聽我未。哦，我即係我未 try 就是你係啊，就是講呢個日要indoor 嘅 SPA。嚇！依是要跌裏頭跌裏頭跌。哦。我冇看到 video。Aloe vera 上面叫我未記啊，叫做你叫做咩名 ？Aloe vera？唔Ayurveda。Oh yeah, Ayurveda. And the spell? Ayurveda. 哦。philosophy Ayurveda。依時日要跌，我感覺我始終未跌過皮講物質入邊。哦。即係有人是感覺是多咗嘅。哦 ，dry 油啊。冇意思。冇啦，意思 sensation 嘅，有嘅人感覺是多咗咯。我感覺貴了時唔知坎坷死嗬，貴先貴油。行來攰不多。未好多了誒，但係我一定要隻地板材料要跌裏頭嘅。哦。你點解要搞到 massage 喎？你當一個 massage 不如一跌成個跌隻骨啊。哦，應該是爽嘛，可能可流落嚟你看，就白得。有嘅人係感覺講成個錢呀多咗嘅。做乜事？一吉利跌啊吉利嚇。你頭毛咪是正劍嘅咯，你看。頭毛隻腰啦，見先未？腰嚇腰。隻腰，然後腰，我I try，可是冇 try，我非要講就係冇關係啊。攞嚟曬成個骨咯。我真係 relaxing，我感覺冇 relaxing 嘅呢邊嘅。成個我去 scrub 嘅時候，我去 scrub 了，身軀 body scrub 咧是伊叫我起來長嘅嘛。แล้ว有一道我做嘅咧，伊唔是 scrub 係什麼 oil 係什麼唔知啦，佢要，然後伊身伊面層伊成啊，伊係成啊咧 plastic 嘅，咧 too plastic 嘅物件。包起來嘅呀？哦，冇，伊冇包，伊是成啊龜了一end plastic 就是伊嘅massage bed 位。แล้วไว้起來是隻骨嘅。แล้ว要等下要 plastic 沙。是。亂到半面。你捌看過迄個人家咧 plastic 包了你身軀？捌，成個 saran wrap 呢？對，我哋要講，伊做 SPA，伊講真濟人啊，是愛去 club 啊，咩跳舞啊，穿嗰啲衫白嘅啊，係啦，伊人就來包。哦，包啊，伊係散呀。嚇，對，伊係迄個用迄個 bandage 頭先嘅，伊 bandage 一浸藥水。伊特別浸唔知是幾點鐘還是幾咩？你嗰度包起來了 ，bandage 包起來咧，夾你 saran wrap 包起來了，伊後路伊冚一個 blanket 可以抓，了伊掃伊水嗰撈出來啊，你散2磅。哦。散2磅，若是你是大隻人，你散3-4磅。你係是你穿你衫白嘅就這樣水啦。但係你唔使啉這樣濟水 ，because 你啉這樣濟水啊。嗰隻對哪一個咧？伊是你我都會嚟看嘅，你是。對。呀，伊甲我講，伊講真濟人啊，愛穿甲白水去 club 啊，嚇伊人to book appointment 啊，可能你甲伊講遍，伊講你唔通啉上濟水啦 ，because 你啉上濟水啊，你身軀會 hydrate 到對嘛？伊是數你水出來呢。這個物件吼，Korea 有一間店吼，伊是甲你做你嘅面吼，變成個瓜子臉嘅，瓜子面。面哦，做你面漿。
尖對對去，呀，伊甲你 Q，我看過。Q 你面皮啊？Q 你面皮甲你骨海 Q，直捉去吼，你聽呀？哦呀，對啦，我朋友做，Korea喺新加坡做，講做一邊咧有生咗變 V 啊。哦呀，Korea 有。我邊咧尖啊！我做嗰時我剪變做鐵釘去。是啊。我係咧尖。特別我愛做啊，你是安尼看哪，安尼推路安尼啊。推來一 Q。你是夾Q 還是夾手？你記一個 YouTuber 名新疆 Longest。哈，我知。一去咯，一去咯，就所看到伊 tag 一個迄個 IG 位吼，伊去可能 Q，哎呦鳥，一 Q 頭到時一 Q 吼，一 Q 一邊嘅時候，哇！一邊關係，一邊關係咯，哦，我不去吹啊。我聽啦。哦，我未記啊。現在推現在10 K 裏邊實咧會配10 K。一時直 Q 夾步，白掉，哦，你是講啊？你現在學到一啲啊？呢啊？我看伊是講是鹽條俾一手直捉起啦，會疼啦，把一邊嘅肩吼有白一條布起來。哦，你會 lasting 嘅，會留到對嘅，應該是會。伊是甲我講，伊迄個新疆人家講，it last about few months 啦。哦，哇！Because muscle 嘛，I think 伊 massage 嚟 muscle 可以較 maybe 較硬去，較硬去掉 ，maybe 啦，我是阿格爾啦。哦，我 try 過，迄是。我隨對伊 IG 啊，我幫互你迄個點。特別講到 Korea 嘅 spa， 我上尾去，我冇去到就是 Korea 嘅 spa， 就是講一去嘅吼，用伊個腳卡是 heated 啦，然後困落腳卡，然後你慢慢食啊，你後你成股燒流汗。哦。要係 mineral 嚟就係room，要硬嘅 mineral salt 嚟，I think。แล้วอีทอคาสิฮีเตอร์เอวเนี่ยว่าบัดขี่ก่อยแล้ว Korean spa แต่เบลบอกขี่ฮะเลยอีจุยเอวว่าที่做 massage เนี่ยแต่ว่า mental sign โอเค massage เนี่ยแล้วสิดูขี่ฮะเลย go at จั่วไอ้ปังอีสิอีอยู่สิเรียบ batu 唔知是唔是 batu 啦 I think 是 salt 嚟話噶 crystal 還是 salt 唔知但是อีทอคา就是จั่ว咯แต่ว่าจะ relaxing actually 這樣講伊無講成個桑拿嚟做啦，未衝開啦。無，伊面是咧未衝開嘅款嚟做，伊是 just 頭殼做嘅。台灣是爽 actually 爽。你流汗。會淡薄啦，看你夠做咯。伊面是講一年做，伊是 just nice warm 嘅，真爽嘅。就使你講咩？爽啊！你講啊！像一邊講嘅啦。我記到咧，日本嘅時我冇時間 try 到咧。伊是 OK， 你咪就係講咱去 onsen 咯 ，onsen 咪是你哋 hot spring 咯。然後伊是伊個刷吼是伊個刷，伊是挖海啦，伊刷是有抓本嘅，抓。所以你去下平時吼，伊就是看了海啦，伊牙刷甘咯。甘咯，哦。我是人家是 hot spring 嘅邊嘅刷，伊牙刷甘咯。然後你穿伊個衫，伊衫是薄衫嘅。鹽焗雞你叫做。Yes。真出名喎，真出名。我聽，I think 做我不看過 video。越做。以後你成日穿掉你啲褲掉，可能咪好。冇啲褲穿，即係 normal 嘅衫。哦，真笑嘅嚇！我看係伊成日穿嘅你日本啊，你薄睇你啲褲嘅嚇，然後你刷感嘅。冇，即是穿咯，伊是穿 rope， 可能 buff rope， 可能 rope， 伊是不個薄嘅 rope 啊。哦。แล้ว你穿落去啦，แล้ว一撳咯，撳時間個半鐘嚇。我去日本嘅時本無 try 到 onsen， 我真希望會一擺 try onsen outdoor 嘅。哦，onsen 是真正爽，onsen outdoor 更加爽。尤其是冷天時咧。嚇，冷天是真爽嘅，因為無靠冷嘛，你只見到是成個是熱嘅喎，真爽嘅喎。แล้ว
outdoor 嘅咧，就是只view 嘅水咯 ，scenery 看到只水，然後看到山啦，看到江啦，看到你冇看到鬼啦，看到迄個fall 就是人嘅迄個waterfall 啊，然後英國半咯，青山冇青山，然後看，然後個半我講過嘛，我去過是搭波參雜波嘅，然後嗰度對頭嘅，未曬頭嘅啦，對頭嘅，啊，嗰啲對頭特別在搭波參雜波嘅啦，叫 mix buff，哦哇，成間 nudist colony 呢，你那是會去 nudist colony 人都會去啦，成你半間店是未去啦。冇 ，because 對人嚟講就係 common 學堂啦嚇。因為是講嚇，那時我去參啊，我唔捌人啦，我感覺我夠較會，我捌嘅人我夠歹勢。對，我本時對，你唔捌嘅人你冇參啊。對，達都未使節，哦，嚇對。有呢個我去嘅時是我記得我看到一個 couple แล้วfrom far 行去時，人看到我咧，然後緊緊行起來走翻。哦，係咪是看到你一人咧是走去？Asian couple，人可能拍攝過中國人上面人。哦。誒，你會拍攝嚇就使，你會想講？我都唔捌伊，唔捌我管伊。哦，特別平常時你會想講成個即保險店咧，講一邊唔該曬唔穿衫唔穿褲，是十人頭就一做唔掉，你會拍攝了咯？未，古早頭去安鎮時會拍攝咯，然後都冇面啦，嘛就嘛就咁。貴未拍攝了。Yes，我那時候我本是 OK 本啊，我係識嘅人，我個拍攝冇識人冇拍攝。你做啫。嚇！我冇識人拍攝。我同你講，我冇識人未拍攝啦。你去過一間 hospital 大條幾廿日啊，你下面拍攝本未拍攝。掉本咯，掉本。佢了人係卡嘴啊！and then 你有陣時迄個 hospital 啊，我真係我去迄個 cancer hospital 是伊無夠出來，我 roommate 是大波來個，佢穿條大波呢。他是冇去想咧，借物件好冇錢。你特別死了，你冇想到安款嘅物件咧，你只貴。冇啦，hospital blind tag 嘛，有 privacy 嘛。啊，你貴一刀你未拍攝啊？我那時去 privacy 都唔記。我那時講去張 X 上百把加了人冇穿衫咧，有可能到即康考只港股只貴啊，啲你都未記曉嚇。啊，對，你港股頭一刀你就叫港股嘅。你在去美國嘅喺你 gym 落嗰又唔是就興嘅啦，冇穿衫透衫透到驚嘢咩？有啦，有當時就是講我做工嘅，你叫我講我做工看到一隻零嘅時話，特別看到伊面我就笑到伊零。OK， 我算啦。OK， 到時候冇 SPA 咁冇面日講差唔多要6點鐘啊。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即係未使講下，唔是保險店加什樂沙，我 after 人冚大，我會叫什樂沙，我會教人再 install 一個club deck。對，你係咪 desk 係咪 desktop 啊？係咪貴 ？club deck 嚇。啊 ，club deck。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特別嘉賓加Clubhouse 加Google Meet 那邊嘅，然後若是有興趣咧嚇，我係使去 join 完 Google Meet，我等會教什麼人再 join 啊嘛，所以先正是該來嘛，先正是一來是來，我人是開。但我講佢60點鐘，最 maximum 是6點鐘嘅。特別嚟 room 係開，是講伊個 recording 未收呢。哦。特別嘅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等陣我 SPA 嘅歌嘅琴聲 ，SPA 嘅歌琴聲。感謝白紙吉對嚟聽我哋先嘅話，第一位參與錄音嘅使去邊咧Hokkien.com 嘅網頁看咧，那是我錄音嘅時要同啲嘅，拜。OK， 到底 YouTube 嘅人咧，好long定時禮拜冇嗰啲到啲病嘅彈，然後再出病咧，然後就使去咪彈你語言咪彈 subscribe 訂看訂聽咧，一定會 T-shirt 你個穿幾條 ，maybe hopefully 個有個。OK，bye。